創新科技喺銀行業嘅應用日益普及，發展一瞬千里。隨住金融科技發展，廣大用戶可以擺脫地域、時空嘅局限，更加自由、方便使用銀行服務，滿足生活上各方面嘅需求。作為世界上最全球化嘅銀行之一，花旗集團一向都有同唔同嘅夥伴合作嘅，尤其喺近年，同埋金融科技公司嘅合作就更加普遍啦。而我哋花旗對於金融科技嘅廣泛應用，更加令我哋可以為客戶提供更靈活、更智能化嘅金融服務。我哋好早已經留意到全球數碼化技術嘅發展趨勢，客戶以及合作夥伴對於數碼化嘅需求，以至整體用戶使用科技嘅水平。所以我哋不斷投放資源，積極採用創新科技，推動本地金融科技生態圈嘅發展。近年香港金管局制定嘅金融科技2025策略，鼓勵銀行業加快數碼轉型嘅步伐。花旗香港亦一直處於領先嘅地位。例如我哋嘅 Spring by Citi 係一個一站式嘅電子支付方案，幫助傳統嘅客戶數碼化，進入國際電子商貿市場。我哋利用大數據研發個人化服務，應用 machine learning 呢啲咁嘅人工智能技術啦，加強風險管理。花旗香港亦都係喺亞太區首批開放 API 開發平台嘅銀行。大家聽下我啲同事分享啊！通過 Open API， 花旗銀行同好多業界領先嘅網上商戶合作，令到信用卡客戶可以享受網購嘅同時，亦都可以善用佢哋嘅積分。以前信用卡積分淨係可以通過銀行去到換取獎賞，而我哋通過 Open API 夥拍領先業界嘅商戶，令到信用卡嘅客戶可以喺商戶嘅網購平台使用佢哋嘅積分抵消簽賬。呢啲積分當錢使嘅無縫體驗，除咗可以令到獎賞選項變得更加包羅萬有，亦都有助於增加我哋客戶嘅忠誠度。HA Taxi 係一間本地嘅科技公司，創立同埋營運預約的士嘅應用程式，便利智慧出行。Open API 令到客戶可以用我哋嘅信用卡找數賺分，再用信用卡嘅積分抵消簽賬，甚至乎用呢啲積分兌換 Taxi Dollars， 全部嘢一個 App 都可以完成晒，令到我哋客戶甚至乎我哋嘅合作夥伴都可以從中得益。喺過去幾年，企業客戶對於數碼化同埋實時金融方案嘅需求日益增加，花旗集團亦都相應地提高喺呢一方面嘅投資同埋產品研發。我哋為本地以至海外嘅金融科技公司同大企業提供一條龍嘅服務，協助佢哋數碼化，同時擴充業務。我哋將最新嘅科技融合產品組合，透過 API 提供超過25種現金管理同商務卡嘅解決方案。Divit 係一間提供創新市場推廣同付款平台嘅金融科技公司。透過花旗集團嘅 API，Divit 可以自動發出扣賬授權同埋收款指示，為佢哋嘅客戶提供無縫兼且近乎實時嘅付款服務。花旗集團嘅 API 同其他數碼方案，令我哋喺電子商貿同埋金融科技處於領先嘅地位。其實傳統數碼轉型多數都係注重減省人手工序，以達到成本效益嘅。花旗集團更加注重嘅係科技嘅應用，由產品研發以至客戶互動，務求係用科技去優化客戶嘅體驗，提供更多元化嘅金融服務。傳統銀行同金融科技公司的確係可以優勢互補、互惠共贏，共同配合金管局全面推展銀行數碼化嘅策略。未來相信客戶喺創新科技嘅效益下，都可以享受到更方便、更快、更個人化嘅銀行體驗。